乡亲啊，若是你的故乡有生态丰富的国际级的湿地，你会安怎来保护到家乡上水的风景呢？中华大城丰原迄块里的海岸湿地，从俄罗斯台湾上尾一地上界珍贵的大型的泥质滩地。早伫2009年，就互当时的内政部营建署评选为国际级的海岸湿地。湿地保育法嘛伫2015年公告施行。也毋过因为国光石化，也就是八轻开发案的争议，使得这块土地重要湿地身份到今也未确定。加上减碳、绿能开发是国家迈向到净零碳排重要的关键之一。渔民来质疑，大量架设着风机，已经对原有的企鹅产业甲生态造成着威胁。毋但安尼哦，当地也阁有世界唯一以牛车采鹅的观光产业，嘛需要互完整来保存。所以在地居民甲环境保护团体已经请命滚下界，爱停止开发，为湿地来正名。咱就来看在地人安怎拼力守护这地国际级的海岸湿地。我们方言人跟这块湿地、跟这块海域是很有感情的。这是台湾最难得、唯一的，而且是最大的一块泥质滩地。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结合在海洋跟陆地中间，一直有着很多变化。国光石化撤案之后，地方会觉得说，赶快划设国家湿地。行政机关应该站在保护自然湿地的角度，应该要主动的去划设，主动的去协调。影响到我们的棵成长不大，比较速度也比较慢了。我们现在棵苗也附着力也很少了。红树角是中华丰原的渔民，伫海坪饲蚵仔是伊的本业。不过这3年来，蚵仔收成和较早拢未比近。这是不正常的东西呀、这是已经是2年了，都是这样而已啊。全部都是科成湖，都是没有科苗比较多。这风力发电已经影响到我们生存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抗争到底。希望政府也可以还我们一个渔民一个公道。这是中华海岸湿地范围为江滨工业区到落水溪口未了离岛工业区，立北长差不多17公里半，面积12000公顷，宽差不多6公里，是全国上长的海坪。红树角的蚵仔田就伫这个范围内。对大城丰原一带渔民来讲，这是代代传承的一级产业，嘛是因维持3顿会当利用的土地。你就是把这些风力发电，可以说尽量去把找在说比较没有人住的地方，还是没有人在生存的地方，对不对？你是盖在那边没有关系，你盖在这边海，你影响到这些渔民的生存。我不是怕政府怎么样，你有本事你就来抓我也没关系，我可以抗议到底。早在2009年，这个所在就被当时内政部营建署评定为国家级的湿地。国光石化因为88风灾往北移之后，它经过这个芳苑乡，芳苑乡其实是一个很高度的利用草间带的一个乡村。当国光石化往北移的时候，这边的反抗声又出来了。还国光，又中华，还国光。拿着黑白旗帜跟养殖渔业用的壳，300多位芳苑及大成自救会的乡民一路游行前往彰化县政府，表达诉求。当年反国光石化入来，变成环保团体倡议北海底运动的起点。能见度提高了后，中华海岸湿地定位嘛愈来愈清楚。在这个西海岸，其实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物种叫白海豚。在彰化大城湿地，这又是一个台湾一个很重要的潮间带。当时我们就发起了一个这样子全民认股，我们来跟政府租下这块地，我们要作为白海豚还有海岸生物的一个重要的栖息地。在2011年的地球日当天，它其实就宣告，那政府撤资，不在彰化大城湿地做拔青的投资。国光石化撤案之后，地方会觉得说，赶快
划设国家湿地，尤其是海上风机的发展，海上风机的开发，尤其是打桩啦，然后铺设缆线，导致沿海的鹅啊受了很大的影响，鹅啊上面覆盖很大量的泥沙。哪里有螃蟹？我去吞，然后一下冒出来。中山大学教授邱文干当年在环保署副署长的任内，见证了中华沿海一带居民对湿地高度期待。民间团体认为说，这是台湾最难得、唯一的，而且是最大的一块泥质滩地。划设保护区不是禁绝所有的开发行为，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因为联合国一直讲说，湿地保育啊是促进这个林质利用嘛，也是可以持续的，不会去破坏这个影响后续世世代代的利用的机会吧，或者权利。为生态保育的观点出发，伊认为这是国际级甲国家级的重要湿地。唔免怀疑。依照相关的这个科学的调查，或者是民间团体的这个研究调查，其实都发现说，共识最高，生物多样性最重要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彰化湿地，这个是无可否认的啊。划设国家重要湿地，不会影响既有的权益，船照走，鱼照抓。2015年湿地保育法三读通过实施，验过中华海岸湿地依源地生态影响，甲历年为最天平的双平的竞争，到目前为止定位未明。10几20年过去了啊，那我们就发现说，现在还是变成暂定湿地。在2007年呢，一共有72处湿地划进去这个保护区，但是唯一一块暂定湿地用虚线表示的，就是彰化湿地。虽然是叫做暂定湿地，但是它也有相当程度上受到关注，所以有一条法条呢，特别提到暂定湿地也是应该要好好的去保护它。活丰苑汉堡村的滨海湿地，同款嘛面临历年指标之一，风期带滚入来生态难题。然后我们大概会来这边看鸟，最主要就是彰化的海岸汉堡这个地方，其实是候鸟休息最大量的其中一个点。涨潮前大概1个小时到2个小时前，我们就要到。简单来讲，就是看到这个海水淹掉陆域，淹掉滩地，那大家就会看到那个鸟从四面八方一直配合着这个潮线，然后一直集中，一直集中。那大概就是在最满的前面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就会看到整个这个潮线已经靠近，在我们肉眼看得到。那这个时间点大概也是鸟聚在一起最多的时候。依照2013年到2019年中华海岸湿地一带统计资料，第4大样区当中，汉堡湿地占全部鸟类调查总数超过130部，当年尚无吸引4万只处以上的贵当鸟来这休困。鸟会随着这个潮线，然后一路的往内陆逼近。那因为它会有一个空间上的收敛。这边的鸟种大概过去鸟会的记录大概有40几种，整年度数下来大概会有2万只到3万只之间。这几年其实这样的盛况就已经下降很多了。过去是堤上面站满满，现在可能只剩1/3。过去可能一次会有40几种的鸟类在这边栖息利用。那现在来讲，以风机最密集的空间，现在可能就只有3、5种鸟在利用而已。我想这个数字上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那当然，科学上大家需要再花时间去验证，可是实际的体验上跟经验上，其实已经改变非常多了。因长时间伫湿地观察，前后30年之间的统计数据显示，讲湿地鸟类甲数量变化真紧。很多人会以为说是划了湿地才要保护，其实不然啊。湿地是一个自然的地景。它是在整个地球的这种生态系统里头，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结合在海洋跟陆地中间，一直有着很多变化。那这个空间其实是人类在认识地球环境里头，应该好好去琢磨的一个地方，然后好好的去把它保存下来。如果从生活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夕阳，我们可以看到海水的变化。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弹涂鱼，看到这些鸟类这样子在滩地上的活动，这些价值其实都难以被找到一个它的天花板，去说，它最多就如何而已。它没有限制，它无止无尽，只要我们能够保护着它，让它继续存在。哇，这还要吃到螃蟹。野生鸟类它其实在迁飞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个很稳定的自然环境。那我们的这些风机，尤其它又是一个活动的这样转动的一个叶片，我们过去的记录就是在鸟类，尤其是彰化这一边，它从潮间带跨过堤防进入到内陆，在做休息的时候，就是很容易发生被风机所击杀的这样子的状况。那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在希望去呼吁。其实再生能源的发展有很多空间可以去做选择，但是不应该去选择一个长期基础科学资料都已经显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鸟类栖地的环境来做这样的开发行为。新闻高是开发甲保育游园的对抗，湿地敢要维set，一定阁成为争议的焦点。国光石化已经过去了嘛，那现在呢，应该地方上应该有更多的公司呢，这个大家来想一想看看，共同研究它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比如说发展生态旅游，甚至在更有弹性的一种运用方式。中华海岸湿地海坪特殊的自然环境，甲以及的饲鹅产检和丰苑拥有全台独一无二、充满古早味的牛车采鹅文化。卡庄到较多，走，安尼咱来上班啊！莫甲我头家哦，我有甲你传草哦，较乖的哦，较敬业一点哦，哈。所谓的海牛，就是经过特殊训练的牛，因为因主要的日常工作是负责拖车，甲渔民做伙到海坪采鹅啊。他如果要左转弯，就往左边拉，好，对，还没，麻烦敬业一点，不要搞笑，耶。来，好，对。牛车继续往海坪方向行，准备要往海迄边前进。你看，搁包场啊！规个海拢互恁包场，你有看你行到右边的啦。魏清水是丰苑人，嘛是海牛学校的校长，带游客走途丰苑。那边有一个凹哦。靠楼后的海岸湿地，这大的海坪范围，拢是海牛大高大只的工作场所。所以你注意看哦，有做观光的或者是捡科的，都是这个时间才下去。堤岸出来大概1公里的地方很少养科的部分。哎呦，安娘，好。这心情爽的时阵就会安尼哇！从堤岸下来，看正式算1公里左右。这个堤岸的涨退潮洗干洗对太短，所以偶尔要滋养或者要游泳、要传宗接代的时间都不够。所以你注意看，偶尔大概是在1公里以外以后就开始有人在养科，那逐渐延伸到3公里左右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特色，就是平挂式的养科方式。这也是路对啊。到这边国际级的一种国家湿地，但是这个又是世界级的一个景观，那你为什么不把它衬托出来？让第一个让产官协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被有效的利用，而不是只是站在地方创生这个角度。其实你要是在这个地方是很有尊严的，就是这样，这个才是我们的目的。地方可以赚到钱，游客可以体验到休闲娱乐，那这个地方的人又留得住，那国际的亮点又看得到，那这个东西才是一个永续。OK， 来，我们去挂鹅啊。彰化芳苑一带的潮间带宽度最长达5公里，从日治时期开始就是以海牛采科。乘牛车游科田是台湾目前唯一也是在地最重要的文化体验之一。因为有海牛文化，有国家湿地的呈现跟保护，其实会更多的资源去挹注在这个地方。我们
们方言人跟这块湿地、这块海域是很有感情的，因为我们长大的一代接一代，这是祖先跟我们长辈留下来这块土地给我们的。后来我就从事农业了。 跟爷爷有什么关系？当然是有关系啊，因为祖先留给我们一些基因在里面啊。但是我们由移转农而已，其实都生活在这块土地。洪新友伫2003年返乡务农，伊虽然无传承顶一代产业，也毋过嘛毋甘故乡的土地亡田变心。伊想要挺身而出，为家乡做一件代志，和永续议题扩大发展。把它保留下来是让下一代有机会，人生没有多久，是让下一代去抉择了。 我们一直在努力，我们这块土地在呼吁湿地，现在慢慢的潮豪学也多了，滩涂也回来了，是慢慢已经在恢复了一些生态出来了。但是现在目前风机来做了以后，又造成我们这块土地又出问题了。然后很简单，鸟类它不来了。那至于说生态方面的研究到底做到什么程度，比如说风机对这个鸟类的鸟击会打死这个鸟类的影响是怎么样？ 其实才刚开始在做，可是我们风机已经几乎都快插满了，所以表示说，这就是外国人批评我们说，我们没有路径图，没有一步一步目标，一个阶段要做什么，一个阶段做什么，然后就非常匆促的就决定这事情。要不为使这个区域变成国家级的湿地，大家决定油门大进步，国加油，继续为家乡的环境打拼奋斗。 地方政府同意划设，但中央还是要同意才可以啊。中央想要发展绿能，所以我们很担心。我们希望说中央跟地方政府一起同意来划设国家湿地，然后这是国际级的湿地，能够技术划设，然后保全这个完整的一个湿地。我们当然也非常支持绿能，对，但是在绿能的开发上面，我觉得也必须同步一起去考量生态 环境跟生态资源的承载，湿地法其实是要相对要保障大家利用这一块土地，然后永续的当作是一个生活的一部分的一个法律。那划设国家重要湿地才可以保障这件事情。行政机关应该站在保护这个自然湿地的这个角度，应该要主动的去划设，主动的去协调，给他更多的资源。 我的故乡涵盖一片国际级的湿地，大家敢会秉持环保永续理念，用尽一生的气力，让世间人看到这片海岸湿地美丽。